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9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地检署侦办客家老查案，因为违法伫农地填台，日前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起诉。对此，台南市议会伫这届临时会特别加开专案报告，邀请环保局甲农业局针对老查的清理甲农地受污染的状况，进一步做说明。客家老查案过去被认为是再利用后的产品无起诉，后来被检举重新来调查，确实台添的电葫芦的炉渣，而且后壁区的炉渣案甲客家的炉渣还佫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台南市议会临时会上午的专案报告，要求环保局说明炉渣的清除状况。除了不断的移送之外，你有任何的保全作为吗？你甚至知道预估的这些金额待处理，那你有待处理了吗？如果说你真的有待处理之后，待处理费用有求偿了吗？求偿无得，有申请到任何执行名义了吗？没有任何执行名义，那算什么执行？那算什么？你后续再追。你告进搁纸上作业，可是你后面的防范措施你也没有做到很周全啊。我是没看到你的纸本，所以我只能就你的报告去做一些记录。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副座你还是要去思考一下。阿弥陀佛，负责，恁遮有送，因为安尼报告说的无啦，我歹势点呢。哦，你甲上我买3个月，拢无半格，向一当事人呢，补一个疑法记印的，甲我甚至我告白来的，我甚至法印的，还印的咧，佮交学家佮人做伙，学家即摆佮交你老师佮人做伙。你靠迄个能力，互百姓信任，你老是个台语当着地台，弄点偌济唔知。对此，环保局回应，对民国104到105年，要求业者清除暂存的大约有5万栋，一直到109年办理的情形，整个过程拢有监控，而且要求台添的土地袂用的来开发。那所有的清理过程，包括及时的转播、24小时的监控，还有这个整个相关检测资料的公开，还有清理每天的清理进度，完全都公开。大概农地的部分已经完成清理了哈，那工业用地的部分，大概我们已经也2块完成清理，那有3块也在持续在进行中，那预计有明年也会完成来清理。那有1块因为地上物还有一个公司的存在，所以目前在这个还没办法马上清理之前，也会持续要求这个当事人来做这个环境监测，至少要确保当地环境是不会造成危害的。虽然环保局有向地政局来备注，台添的土地袂用的有任何的开发行为，不过这位议员认为，业者为了要脱产，甚至会办理土地过户，加上客家工业区加大湾段农地违反台添的律则，将近68万栋，初步清理的费用对9亿到39亿不等。最后议会嘛裁决，希望1档内会用的清理完毕。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大台南智慧交控中心搁再升级。市府交通局引进无人飞行机空拍、影像辨识等智慧科技，而且佮结合新改版的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网，将整合了后的资讯提供予用路人，使车流会当分散，疏解塞车的问题。台南市导入无人机空拍、影像辨识等智慧科技，借此提升大台南智慧交控中心的智慧交管效率。市府交通局19日再度公布结合上新改版的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网，将道路工程、连外道路，或者是连续假期期间的用路即时资讯全部整合起来，让用路人会当依照即时的车况选择交通上好的路线。用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在提供包括路径的规划，包括车位的巡查，这些都是用一个 AI。智慧交通的系统来做一个连线，那我相信，借着这个部分会减少很多用路人在寻找停车位，或是这个避免塞车路段的一个情形会蛮明显而立即的。以往路口至少需要4支监视器才会当完整监控，
现在只需要透过一台无人机空拍就当做到。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这种角度的监测也是过去从来无的。靠这个控制要控制4个方向，想要看路网，所以对于了解这个路口周遭比较大范围的交通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个是全国第一个啦，用这个角度来拍交通状况，而且用 AI 辨识的模型来辨识车辆量。为了提供更加完整的资讯，交通局也跨单位整合公务局、消防局、水利局、警广等无共来源的道路资讯，并用更加视觉化的方式，针对即时交通资讯网进行改版，提供道路时间、饮水、车祸事故等这些事件资讯，提供给民众查询来使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心职业工会举办第3届会员大会，邀请会员甲友会做伙自产联谊。同时嘛举办陈国斌理事长连任甲李干事就职典礼，邀请各界贵宾前往观礼，场面盛大。台南市文心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斌，因为年来尽心尽力，时常会举办各种讲座，增加文心从业人员本职效能。同时也替会员向市府劳工局争取福利，无私的付出得到广大会员的支持，所以再度应用理事长一职，继续带领工会会员争取福祉。国斌在这边经过这历年3-4年的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成长，他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市政长官这边一直不断的提拔我们，一直指导我们这样子。那也是希望说在这后续的未来这几年当中，也能够说持续的为我们台湾国内的这个文生从业人员这方面、基层劳工方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性，以及能够替他们去争取历年来从来没有的福祉。但国宾因为是胜利会个性，时常会带领会员协助各种公益活动，所以有真侪友会以及社会贤达拢前来观礼。永康青商会特别颁奖任重道远匾仔，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理事长李梦晴也特别送上龙如意，祝福事事拢如意。劳工局长王新基也特别到场祝贺，恭喜我们陈理事长众望所归，刚出炉的因为连任成功，代表他在这一任已经服务的大家会员都认同，所以在刚才的选举众望所归，再次连任我们理事长当然我讲定讲工会干部是出钱了时间趁暗的，所以他都有讲新先生就是代表讲有热心去做，但会感觉讲我付出这多，有时候因为服务的事情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当然伫遮我祝福伊众望所归，鼓励伊会当像我头拄仔讲的，做到十全十美，特别太难美，大家互相加油。会务会当顺利推动，除了有理事长的带领以外，理干事的协助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次的干部名单分别是副理事长黄鸿升、理事曾盛凯、叶哲凯、林玉瑶、林冠颖、林良提、李明哲、吴玉生，干事田富煌、李佩宇、石冠宏，秘书长陈国庆，秘书于乔，总干事季家豪。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冠疫情已经3冬外，在这段期间出世的囡仔，因为较少出门，嘛较少甲人互动，可能会造成社交情绪发展迟缓。台南就有一位3岁半的妹妹，在学校拢无甲人互动，也无要甲人讲话，所以老师就建议家长要带囡仔到病院，寻求专业的检查甲协助。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注意消毒，手莫乱摸。大概是每一位家长拢会提醒囡仔的事项，但也可能因此减少了甲人互动、肢体运动的机会，造成前庭觉、本体觉刺激不足，而让囡仔产生社交发展迟缓。我们可以对照那个儿童健康手册的发展里程碑，如果发现孩子是在有发展警讯停跟不上的话，我们就是要立刻的寻求医疗的帮助。那如果孩子是因为发展迟缓来转接到职能治疗的话，职能治疗师会特别关注在玩的这件事，因为借由好好的玩，孩子可以发展出他的身体协调性，还有情绪的成熟度，还有跟别人互动的社交技巧。
那还有一些可以有自信的去跟新环境或新事物去做探索尝试。这位在疫情期间出世3岁半王小妹妹，经过成大病院复健部职能治疗师杨秀琴为王小妹妹设计各种互动课程、口语表达以及团体治疗。现在小妹妹社交表现已经有大大进步。职能治疗师杨秀琴表示，儿童的脑部可塑性真大，尽管经历巨大变异，也是会当做一寡对因有助益的代志。参像是持续提供各种环境刺激，陪伴因做伙佚佗，为因念故事，拢会当改变囡仔未来发展。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
有的生命为出世就开始老化，其中随着年龄增加，上界明显的就是皮肤的疗痕。若是要靠中医来延缓老化，除了食中药以外，就是美颜的针灸。这种针灸会当疏通经络，加强气血循环，进一步调整生气的面部的肌肉，有袂歹效果。新老病院中医科医师赵嘉怡表示。中医的延缓老化方式有真侪种，其中常常利用的有中药加美颜针灸。传统的中药内治是对整体观点出发，利用中药来补充人体气血。近年来嘛有美颜针灸，透过肌肉的放松，达到筋膜拉提的效果。我们一般的美颜针灸，它主要是针对脸部的经络，还有那个 SMAS 层去调整，所以它其实是主要它用刺激以后，让本身自己的循环变好以后，然后所以它可以帮助自己的那个有一些筋膜啊，或是韧带，帮助它本身自己去修复，所以它其实也达到一些就是自己可以恢复年轻弹性的效果。这样，因为大家就是比较会害怕一些，就像那个整形以后或者是医美有一些的副作用，那其实很多就是在做医美的风险其实也是蛮高，所以他们会相对用这种比较安全而且比较没有疼痛的方式去做。那一般来讲，其实病人他们一次大概可能要连续做个10个疗程，10次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比较稳定，还在看年龄层。像20到30岁的人，大概1个月到2个月再回来保养一次就好了。可是如果年纪越大的话，可能就要密集一点点这样子。医师表示，美颜针灸的原理主要是强化表浅肌肉腱膜的系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表浅肌肉腱膜层会渐渐失去弹性，面部的肌肤组织胶原蛋白嘛会渐渐流失。透过表浅肌肉腱膜的强化，会用疏通经络，加强气血循环，具有类整形，进一步调整松弛的面部肌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北师大关怀协会甲政治大学所谓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伫台北市福华国际文教会馆举办2022元宇宙媒体试读迷因梗图比赛颁奖典礼，希望透过梗图设计行动，会当互台湾年轻的一辈更加注重设计思考，发挥创意。迷因梗图是近年在网络流行的创意，在原创图片上增加文字巧思，做成各式不同的内容。政治大学副校长詹志宇表示，希望台湾年轻一代可以运用生活素材，发挥创意与设计思考，面对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中嘉宽屏北建总经理徐巧妮表示，中嘉宽屏长期投入推动媒体识读的教育，也认为将媒体识读结合迷因梗图是很棒的方式，达到教育作用。世代的人类，无论工作或生活或者休闲，都是在网络世界啊。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能够提升我们网络内容的美感、品质跟趣味性。那新世代的朋友有很多的创意，而且很了解新世代的文化，所以我们也透过鼓励年轻世代多做这种具有创意、挑战性跟趣味性的迷因梗图，能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相互分享跟使用。我们希望以正面有力量、有品质的内容去取代一些比较不健康的内容，能够透过这个文化的基因传播，让我们的媒体世界更加的安全健康。大家看到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名词大家知道元宇宙是一个未来网际网络新的一个世代，它结合了虚拟跟实际那一听到梗图，大家又可以很直接的联想到最近就是在网络上非常夯的，它跟政治有一些相关联，尤其在选举期间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梗图的发送其实对于媒体识读就真假讯息的一个考验，其实是相当的大的。那么中嘉宽屏集团呢，最近在这几年呢，其实持续的长期投入媒体识读的一个推广教育。那我们深入校园、深入社区到每一个角落去，我们办了超过200场的一个活动。当然希望就是推广这样的一个媒体识读一个教育。那么有机会透过这样子迷因梗图的一个比赛然后结合了媒体识读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
活动，那持续未来中加宽屏也会持续来推动媒体识读，希望把全民的这样媒体识读的一个教育能够往上来提升。本次的迷因梗图比赛社会组第1名的得主是丁雨婷，她分享了创作理念，用网络形象与现实形象的差距，反映网络不一定是真实的。其实没想到自己会得到金牌，就是也没看过大家的作品，所以也很开心。这样，就是想表达的是网络上跟现实不一定是一样的，就是有可能差距很大。这样子，就是像作品当中，我有画。网络中是一个高富帅，就身边都是美女，就很多金。就可是现实中他是一个比较邋遢的大叔，就是把2张图就是形成一个对比，就是想表达就是网络跟现实不一定是一样的。在颁奖典礼结束后，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主任赵颂文也分享了迷因梗图的现况发展。他表示，迷因梗图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能在之中感受到疗愈、幽默的体验，更能发挥全民的创意力量。那我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学生跟一般社会人士的很多的对于迷因梗图的创意，那大家可能发想的素材或者是概念都来自于可能目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或者是他们关心的一些可能亲子的主题，或者是同才的关系，或者是学生之间比较会经常面临到的一些可能未来职涯的发展，都可以做成这种迷因梗图哦。那所以我觉得迷因梗图一定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它会充满很多幽默感，甚至有疗愈的力量。那我们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能面对这个网络的时间或者在网络上的时间待得更久。我们举办这个比赛，然后我也身为评审，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潮流，包括全世界他们也都非常在迷因梗图上面的发展我觉得也是影响到台湾可能对可能不同的一些图片的一些转制创意的发挥。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好像在发挥全民的创意搞笑的力量，然后把欢乐带给大家。时代科技的进步，几乎人人都离不开网络，而迷因梗图更是在人们时常使用的社群软体上就能看见。赵顺文也表示，期待透过有趣的梗图设计图片或原创图片，结合文字巧思，以创意幽默的方式提醒社会大众媒体识读的重要性。善用 media， 创意性达雅。记者林印彤台北采访报道。这几天因为疫情的影响，私底囡仔上网的时间是愈来愈长。在2022年，台湾青少年美感素养甲上网趋势调查报告的记者会当中，北市大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就甲家长做伙来分享，应该安怎来应用。疫情冲击生活，青少儿学生高密度上网。16号，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在2022年台湾青少儿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调查报告中分享了调查结果。黄薇薇表示，数位科技成为日常，青少儿学生对于生活与环境的美感觉呈现已经有相当觉察力，可惜青少儿在网络空间的美感呈现面感知有限，仍待加强。在整体来看，我们发现台湾青少儿的美感素养可以分成2个层面，一个是美感的呈现的层面，也就是像平常大家在生活当中看到美丽的风景，或者是美食会打卡上传，这是常常会有的现象。包含现在是一个圣诞季节，大家会选购一些礼物，这是一个美感经验。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是在线反思的这一面。我们发现台湾青少儿在线反思的这一块还有加强的空间，也就是当他在了解一些不同的族群文化背后的脉络，或者是看到一些不同的画作或者是一些创作，他能不能去分析比较这个作品的特色，或者是他的一些风格。我们发现在这一块的美学素养、美感素养可以继续的再加强。黄
彭威威指出，疫情期间凸显数位学习与视讯会议价值。调查小学5年级至大学4年级受访在学学生结果显示，学生相当依赖数位科技，网络已经成为人人的生活日常，因此提出善用媒体、提升媒体素养的概念。孩子就是大量的依赖网络在学习或者是在娱乐的空间。那另外就是在运动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不足的，是低于12小时的。那周末稍微特别周末也非常的依赖数位科技。那所以我们就提出说，既然在疫情一个变幻莫测的这个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日常，我们怎么样去累积年轻学生甚至我们自己成年人的一些美感经验，怎么样可以透过网络去做一些分辨跟提升自己的品味能力。那这或许是在我们可以分辨假讯息或者是一些不雅内容的一个最好的基本能力。因此我们就提出我们可以要善用 media， 也就是善用媒体发挥媒体素养，然后要创意性达雅。黄薇薇补充，青少儿对于艺文展演作品的觉察或鉴赏，以及不同文化创作的辨识表现较佳，这反映台湾近年多元族群文化教育、艺文教育逐渐发挥影响力。他也表示，不管是学生还是成年人，都能透过媒体素养来累积自身的美感经验。记者林映彤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